參與我哋今日星展豐盛理財 Wellness 生活系列嘅網上直播研討會。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Giselle 林慧嬋，你哋好啊！咁喺我身邊嘅咧就係今日嘅嘉賓 Harriet。咁今日嘅主題咧就係自選食物由閱讀標籤開始。咁我哋今日咧非常之開心啊！咁請到嚟自米斯樂營養護康中心註冊營養師陳詠琛 Harriet 上到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偈，分享一下嘅。咁我知道咧，其實 Harriet 咧有好多年嘅 management 經驗。咁但係 manage 乜嘢咧？咁就係一個營養嘅管理啊。咁就負責營養體重管理啦，同埋病患飲食嘅諮詢嘅。咁稍後嘅時間咧，我哋將會同 Harriet 傾下偈。咁啊 Harriet 咧亦都會教大家睇下包裝上面嘅一啲食物營養標籤啊，咁令到我哋可以好精明咁樣避開食物陷阱，食得健康啲。我真係覺得今日呢一個 topic 咧係好適合我去講，因為咧我其實本人係一個好為食嘅人嚟嘅，咁但係咧又要顧住自己嘅體態啦，咁又要食得健康啦，咁所以我真係好想聽 Harriet 分享多啲啊今日。我哋陣間一齊去傾下偈。咁今日嘅直播研討會去到最後嘅時候咧，我哋將會仲有一個問答嘅環節嘅，咁解答咧大家喺報名嘅時候留低咗嘅一啲問題啦。咁如果喺研討會當中咧，大家有問題想問咧，都可以隨時喺 message box 入邊咧去 key 你哋嘅問題去問我哋嘅噃。咁所有今日嘅參加者咧留到最後兼參加咗等陣嘅投票環節嘅話咧，咁都會有機會可以得到1500蚊嘅酒店禮券㗎。咁抽獎結果咧將會留到喺直播研討會結束之前公佈，咁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咯喎。咁活動需受有關條款同埋細則約束。咁同埋亦都重申一次，咁今日我哋嘅內容咧係僅代表講者嘅個人觀點，並唔代表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嘅立場㗎。好，咁我哋不如